每日聖言分享。耶穌五傷慶日，恭讀聖若望福音。此後，耶穌因知道一切事都完成了，為應驗經上的話，遂說：我渴。有一個盛滿了醋的器皿放在那裏，有人便將海綿浸滿了醋，綁在長槍上，送到他的口邊。耶穌一嘗了那醋，便說：完成了，就低下頭，交付了靈魂。猶太人因那日子是預備日，免得安息日內，那安息日原是大節日，屍首留在十字架上，就來請求彼拉多打斷他們的腿，把他們拿去。兵士遂前來，把第一個人的，並與耶穌同釘在十字架上的第二個人的腿打斷了。可是及至來到耶穌跟前，看見他已經死了，就沒有打斷他的腿。但是有一個兵士用槍刺透了他的肋旁，立時流出了血和水。那看見這事的人就作證，而他的見證是真實的，並且那位知道他所說的是真實的，為叫你們也相信。這些事發生，正應驗了經上的話，說：不可將他的骨頭打斷。經上另有一句說：他們要瞻望他們所刺透的。上主的話。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大家好。今日澳門教區慶祝耶穌五傷瞻禮。我哋都知道耶穌五傷就係主耶穌被釘喺十字架上手、足、肋旁嘅5個傷口。當我哋仰瞻基督被釘喺十字架上嘅時候，眼見傷痕累累嘅基督，頭戴刺冠，容貌損傷得不似人樣，你想到乜嘢？基督點解忍受咁大嘅痛苦？佢受天主嘅懲罰嗎？點解佢甘心情願咁樣接受呢種痛苦，直到被釘喺十字架上死？為嘅係你同我，為嘅係將我同你從罪惡嘅奴役之中拯救出嚟，為嘅係對我同你嘅愛，使我哋重獲救恩，重回天主嘅懷抱，重新喺基督內得到自由。各位主內嘅兄弟姊妹，喺我哋嘅生活裏邊，讓我哋活出天主子女嘅生命，唔好讓基督嘅血白流。由基督肋旁湧出嘅水同血，更係天主對我哋無限嘅愛。讓我哋放下自我，投入天主無限嘅愛中，讓天主嘅愛治癒我哋嘅傷，在聖言嘅指引之下，改變我哋嘅生活，懷住希望，信賴上主，跟隨基督走我人生嘅路，因為基督就係我哋嘅道路、真理同生命。而家就讓我哋靜落嚟，一齊祈禱。主基督，因着你肋旁流出嘅血同水，使我得以淨化；因着你嘅五傷，使我獲得救恩；因着你嘅愛，使我嘅創傷得以痊癒；因着你嘅聖死，使我獲得生命。主，我願意以整個生命回應你嘅愛，祈求你嘅恩寵助佑我。阿們。主佑平安美善。